嗱，睇到未啊？電影人物啊，好犀利啊！好犀利，你睇條蛇女，好似講緊啲做咩嘢？呢個就犀利，哇！你睇啲牙齒，哇！揸電單車，冇倒後鏡嘅電單車，咦？呢啲犀利嘅電影人物嚟，呢個都犀利嘅。我買翻隻冇雷西恩啊，盧士人啊，嗱盧西恩，喂，呢個係咩啊？呢個提波，但買翻隻好，嗱5個都有啊，嗱5個啊，嗱後邊有5個，哇隻先犀利啊隻人嗱，飛歐奶，飛歐奶啊，嗱 DANO 奶茶，飲過未啊？啊韓國啲路啊，你睇，韓國啲屋，自駕遊啊，唉，自駕，我啊揸架8936。嗱，大紅店啊，大紅店啊，嚟到呢度馬場，睇到後邊隻馬冇？嗱，後邊隻馬，呢度韓國濟州島。嗱，就咁睇你睇，我租嗰架車都喺下邊嗱，角落頭嗰架，真係睇得到㗎嗱，白色角落頭放大咋？嗱呢架白落頭，我租嗰架，你睇拍得幾正？咦呀，租車自駕遊啊，你睇，揸車有風經過風景幾好睇嗱。上到嚟呢度落山頂啊，2點半到12點半啊，濟州島12點半，即係香港嘅11點半，相差1個鐘。落緊山，落緊山。OK，thank you。落翻遇到第2條路嚟講，你睇，比如我好斜。哇，好凍啊啲風！你睇啲風吹到我都好凍啊！咦，落緊山，落緊山，哇，好凍好凍，冇着衫真係好凍。嚟，而家睇埋個望遠鏡之後，睇就落山啦又。睇越望嘅下之後落山，你睇得吸，又飲翻啲金汁啊！嗱，金汁啊，金汁啊！金汁好飲。行咗咁耐，飲翻啲金汁先。哇，好甜！韓國濟州特產啊嗱，濟州特產金汁，好犀利！飲晒啦。哦，又翻到落廁所，落咗20米。你睇話咁快就行完成條山啦，嗰啲話近海邊都好凍下喎，你睇下凍到我，叫我哋不要上去了。又有望遠鏡第8號仔原來。